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《知蚊子噏》第66回。今日要講嘅嘢就係沉重嘅愛啊！如果我有戀愛嘅話，我諗我嘅愛都會好沉重嘅。首先，我自己會將對方擺第一位，我亦都期望對方係會將我擺第一位。不過好可惜，大家都知道係唔現實嘅，勉強係冇幸福嘅。我期望嘅未必會係最終嘅結果，未必有咁嘅緣分可以揾到一個兩情相悅嘅人。大家付出嘅愛總係會有高低之差，所以呢個時候只好委屈自己，去學識放手，留翻啲距離俾對方，咁樣嘅相處先會長久嘅，而唔會令到對方窒息。情人之間嘅距離感係好難拿捏嘅，沉重嘅愛係好正常嘅。唔愛嘅話，早啲分手啦。如果自己將太多嘅愛擺喺同一個人身上，對對方嚟講係好辛苦嘅。如果大家有過分嘅愛，可以試下去俾其他人啦，譬如自己嘅屋企人啦、朋友啊，有好多地方你可以去分配落去。沉重嘅愛其實只係你揾唔到合適嘅對象啫。呢個世界好大嘅，人係好容易感到孤獨寂寞。如果唔可以向外揾到對象嘅話，不妨將個重點擺翻落自己度，學識愛自己係人生嘅一大課題嚟嘅。希望大家可以擺脫沉重嘅愛，去學識揾翻適當嘅對象。仲有嘅係記得要愛自己啊！講就叻，但我諗遇到我真係好喜歡嘅人，我都係會令佢窒息噶，只係情感上嘅窒息，唔係物理上嘅窒息，唔使擔心。祝大家過得幸福啦！知蚊子噏第66回嚟到呢度就係咁樣，拜拜。